圣神从阮到你是阮所做，也将今仔日祝福的圣经文刻标伫阮兄姊妹的心内，因为这个祈祷文是你交代互你的奴仆阿伦，爱阿伦世世代代为伊的子孙祝福的祈祷，有施温，有祝福。主要要你面前开除主你将这两个项的祝福放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你带着怜悯的心，你带着老爸的心，你来互阮接近亲近你的圣地，我们恳求你的上帝，今仔日的圣主的礼拜，不但是特别到会，让阮做做外条同在，因为阮做做外条伊前长，要倒来到教会已经无遐尼简单，我们恳求你，要上帝你也当借着我网络福音伊出来嘛，当甲阮同齐出来。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今仔日的圣歌队同在，我们所有的诗歌充满真真实实的祝福，对天降临，也愿上帝甲师会会同工同在，互因所选择的圣经会当提醒阮兄姊妹，互阮用敬畏的心，甲较无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阮将今仔日的事情，甲敬拜赞美交伫你的手中，为着你，互因用音乐献做活祭。上帝面前带兄姊妹来吟无落的诗歌，我伫你面前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一直到咱做伙爱餐结束。后面主你的面前也要守新的一年，互阮通过这个礼拜拍开稳定的门，行光明的路。我伫你面前的祈祷，我耶稣的圣名。这个美好的日子，咱三甲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伙用咱学乐的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求主予咱伫这个新的一年有全新的愿望、全新的稳定，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咱做伙来唱《全然得胜》。仇敌四面围困我，我却不惧怕，有主你话语引导我，我就能刚强。苦难试炼追赶我，我却不惊慌，因我指出你已掌权。平我风浪，主耶稣，我就
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出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你呼召我的地方，不再迷惘。绚烂的神，仇敌四面围困我，我却不惧怕，有主你话语引导我，我就能刚强。苦难试炼追赶我，我却不惊慌，因我指出你已掌权，平静我风浪。主耶稣，我救主，带领我。绚烂的神，让我们用赞美的唱出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出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你呼召我的地方，让我们用赞美的唱出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出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你呼召我的地方，不再迷惘。绚烂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接刷咱的手，何等恩典！咱用这首歌来回首咱的上帝，互咱伫2024年所有的恩典，咱用这首歌来献上咱的感谢，来唱何等恩典。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主啊，咱伫这新的一年，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咱的感谢。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
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主啊，求你挪去咱所有的重担。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黑的所有颂赞。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黑的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阿门。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伫咱这新的一年，咱三甲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伫这新的一年，咱伫遮求你赐予咱有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稳定。伫新的这12年，什么都好运。主啊，求你予咱满满的稳定，充满伫咱的家庭，充满伫咱的教会，充满伫咱的工课。咱伫这新的一年，献上咱的感谢。求你伫这新的一年，予咱看到你的容面，伫咱的面前。咱安尼祈祷，拢是奉主的圣名求，阿门。最后一首，咱的唱，让我得见你的容面。用这首歌，才做咱新的一年的愿望。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心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
的灵，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活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荣耀宝座设立在这里。主啊，求你充满你的荣耀伫遮。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荣耀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请咱闭眼睛，准备来礼拜。
请咱同心来敬拜，请奏乐。全地着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娱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面前，无离我如世间俗事，当阮连伊受事。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虔虔。三甲来吟圣诗，多了上帝，圣诗382首，带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请咱起立吟全首。天路着及时。
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也坐，请坐。请咱三甲来启用启文15篇，诗篇65篇。我来启，请咱来引。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咧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请迄期的拢来求困你，罪恶较赢我，轮到阮的过失，恁拢赦免。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你看顾土地，好好管安因，互因珍贵。上帝好，伊的水满满。你要安尼陪伴土地，就是替人陪伴我国。你管啊残横，满伊的高。收平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祝福。利用你的稳定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直伫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来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砍，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阿免。接下来咱来吟圣诗383首，主恩典大慈悲，互阮安然过一年。但阮感谢用诚心。求主耶稣听阮吟，请咱一个吟全首。主恩典大慈悲，互阮安然过一年。我感谢用诚心，求主耶稣听。你有
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愿一切尊崇、荣耀、恶乐，拢归伫你。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大疼痛，聚集你所疼的囝儿甲查某囝。伫新春过年的日子，逐人对逐所在倒转来天父上帝属灵的大家庭，愿同心献上敬拜、感恩甲学乐。听人祈祷的主啊，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感谢主，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天父上帝，伫旧历年新春的礼拜，阮将阮家己，也将每一个家庭以及阮的教会，新的一年一切的计划，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带领阮伫新的一年，搁较认捌你，搁较听你。愿阮的性命会当搁较彰显你的荣耀，也求主帮助阮伫新的一年有圣神的同在，互阮有智慧甲聪明的灵，互阮有记忆甲能力的灵，财物甲敬畏耶和华的灵。伫未来，阮所要面对一切的挑战，主啊，阮犹原选择全然信靠你。阮相信伫你的引带甲祝福当中，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是超出阮所求所想的祝福。天父上帝，伫新年的起头，阮寻求你的怜悯。阮知，阮是极其软正的人，阮需要主你的带领，带阮面对头前的道路。因为阮深知，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你是真的葡萄树。阮的性命需要结连伫主你的内面，因为阮若离开主，阮就袂当做啥物。亲爱的圣神，求你保守阮的心，互阮常常踮伫主的内面，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主的名。是阮的主，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伫即日的中间，阮要欢喜快乐。求主，互阮踮伫你的内面，恭敬听主你的声。求主施恩赐福保护阮。求主你的面光照阮，施恩互阮。求主欢喜的面看顾阮，赏赐阮平安。阮安尼祈祷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圣歌队。
大家来恭守上帝祝福的话。旧约圣经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民数记第6章24节。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接续咱再来看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第1章第2节。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为行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正道新春迎福，请曾牧师。主所听，亲爱兄弟姊妹，新年恭喜！一年搁一年，咱咧过年，时间好像就真紧。今仔日的主席心中有一个感慨：咱的教会新春是一个得长的兄弟甲外侨三小吹同心敬拜，真宝贝日子。一年比一年，咱的外侨年纪若加添，包括我，会当倒来的人嘛愈来愈年长。顶礼拜燕朝兄、燕朝孙倒来，我才发现燕朝兄对外面行入来的脚步，无像较早遐尼在我，脚步稳定。因为伊的脚，因为年纪有较浮，咧行路较袂遐尼在。燕朝孙甲我讲，牧师，阮的年纪已经用吊销车牌驾驶执照，所以阮的年纪嘛无方便，过逐礼拜。拢倒来到德堂做礼拜，听了真毋甘。伊讲家仔有阿周会当载阮倒来做礼拜，对心中少念德堂的外侨，无论是台北、台中，兄弟姊妹，今日上帝互咱会当超越即个肉体的软件，超越即个空间的束缚，伫网络顶悬，咱嘛会当相做礼拜，非常的欢喜。参与文灿兄甲李经济，因甲咱的相约无出伫写契约书，是因为咱拢是共即间教会兄弟姊妹，因当年拢倒来，欢喜看到阿坤恁全家倒来，也嘛欢喜新加入咱中间的谢中兄、谢中兄，伊是一个真特别，上帝甲咱带入来，甲咱做亲人的一个家庭。上帝祝福恁有一个新的一年，今年对恁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上帝施恩伫咱众人的中间，伫咱要领受上帝祝福进前，伫咱要深深思考今仔日遮尔宝贝祝福的言语，来用祈祷的心来求天父上帝，互咱听了后记会牢，不但听了后记会牢，听了后也将对咱生命中间一个真心中。也经历会到的信仰，咱同心来祈祷。华名的主，今仔日阮的圣歌对甲阮吟的这条诗歌，是阮伫90周年所写的祈祷书。阮的教会10年咧过，非常的紧，10000年久，囡仔变老人。至圣的上帝，你是华名的主，阮伫你的面前设立这段。阮少年伫阮中间，即礼拜因为手术，袂当甲阮做礼拜的中性长老。我嘛少年即礼拜拄接受手术的配置，以及我毋知影，但是因为身躯的软件，无法度来就近你施恩做前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求你听阮的祈祷，施恩伫因的顶悬。主，阮伫你的面前，踏入这个礼拜堂，因为新春对德堂教会来讲是一个祈祷的礼拜，因为每一年要新的出发的时，阮的兄弟姊妹
拢会烧酒，伫新春的礼拜顶悬，往你伸出基督的手，对你来领受天顶万项奇妙的赏赐。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你将老爸的祝福赏赐互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恭敬来领受，也将你的祝福传授互阮的细囝，到代代无尽。愿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阮三甲立地，祈祷我佢耶稣的性命，阿门。所以弟姊妹，伫今年你拄着人，你要甲伊讲什么种祝福的话？蛇年，真侪人拢会用谐音来想好祝福的话，什么都好，什么都棒，什么都快乐，什么什么什么。虽然爱讲改成很棒很棒啊，但是若无清楚什么是什么，安尼咱就通得到心的。今仔日新约有一句话写伫约翰3書1章第2節，伊讲所疼的兄弟，亲爱的姊妹，这句话嘛包含你。旧约虽然拢讲所疼的兄弟，好像就姊妹都毋是主所疼的，毋是圣经无分男女。主所疼的兄弟，就是讲主所疼的兄弟姊妹。伊讲万事亨通，兄弟姊妹。愿新的一年，恁做任何代志，拢顺事亨通。伊讲愿你的灵魂亨通，拢用亨通这个字。愿你的灵魂亨通的意思，就是愿你的心畅快，愿你的心内无受搅扰，愿你的心内无动荡，愿你的心内无快乐。亨通这个字，伫圣经伊原本的字叫做 Euhodos。Eu 若伫圣经新约中间，若照原圣经安尼去读音的时，迄个字就是好得无比的意思。Eu 就是好的意思。Hod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条路，一条直个好行，上帝陪伴祝福的道路。愿这句话来送互咱兄弟姊妹，愿主甲咱三甲伫地，事事亨通。灵魂亨通，灵魂体拢健康。愿咱伫新春的时阵，咱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咱学习这个信仰的祈祷，伫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咱重要的祈祷。搁有，今仔咱所读的旧约这段圣经是3500年前，上帝赏赐犹太人的族长，赏赐犹太人的族长亚伦，伊讲：你着用安尼，甲你的囡仔祝福。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做礼拜了后，请你唔通把这个礼拜都袂记哩，一定爱把这句话背起来。你若爱食到一个会晓祝福父母，有能力祝福父母，而且真正会当祝福父母的人，你爱学会晓讲好话，因为今仔日这3句话，六个动作，2项代志。兄弟姊妹，咱若讲我唔知要安怎来祝福我的囡仔。你甲这段话背起来，你用上帝甲亚伦讲，你就常常用这6句话来祝福你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间欢喜奉主的名来祝福兄弟姊妹的教会。愿咱的教会是一个亲像亚伦是一个祭司，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这个所在。这个教会就常常用所有的人来讲上帝祝福的话。在这个圣经中间，伊讲6个动作：第一，祝福；第2，保护；第3，用伊的面光照你；第4，施恩；第5，以欢喜的面看你；第6，赏赐你平安。在这个中间有6个动作，但是牧师把这个经文佫用小的阿拉伯数的框起来，1、2，为什么？因为1代表是讲一项物件，2是第2项物件。所以上帝对亚伦所讲这个祝福的话的时阵，其实是咧讲2项代志。第一，你要奉我的名来祝福你的囡仔，因为耶和华要祝福，耶和华要用伊的面光照你，耶和华要用伊欢喜的面来看你。第一项的祝福代表上帝，伊敞开伊的手，要拥抱我们。伊要用伊欢喜的面，伊要用伊的面光，这代表什么？
代表上帝对伊的囝儿的接纳。兄弟姊妹，今仔日教会拍开门清早，代表上帝将这个家门打开，将礼拜堂的门拍开，咱欢欢喜喜，大家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咱是追求甲上帝一个新的关系。咱来，上帝来，毋是上帝早就伫遮，但是咱来甲上帝相见面，伫这个所在上祝福。祝福这个字真要紧，真水。这个字原本叫做 barak。这个圣经旧约的字，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蹲下来。这个动作你会当用想象，一个囡仔跋倒，坐伫涂骹哭，伊的爸爸妈妈看到，伊的爸爸妈妈来到伊的面前，就跪落来。兄弟姊妹，上帝高高在上。但是上帝跪落来，甲咱拥抱，甲咱拭去伤口，甲咱拭去目屎。咱的上帝不但是高高在上，伫今仔这个礼拜所听的姊妹，上帝barak，上帝恩你蹲下来，用伊的拥抱，用伊的阻碍，用伊的面的光。为什么讲伊的面的光呢？意思就是用一个接纳的笑容，用一个肯定，不是拒绝。有的人互咱一面一看，咱就感觉不好亲近，因为伊面真有扑克牌，伊的眼神没有充满了一种亲切跟接纳。迄种人，咱常常拢会闪的，较袂着情。离较远呢，较袂寻到称子皮。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伫这个所在讲，我要用我的面光照你，我要用我欢喜的面来看顾你。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来到礼拜堂，一定要享受到迄种的阳光普照。上帝用伊欢喜的面，互你搁一摆知影讲，咱拢是上帝宝贝的囝儿甲查某囝，好毋好？愿咱无空空离开这个礼拜堂，每一个情绪欢喜来做礼拜，兄弟姊妹。你拢伫上帝的面前，真真实实伫恁的心内，恁看到这个天顶高高在上的上帝，伊伫你祈祷的时间的声音，伊鼓来，把 rock 这个字，伊叫做跪下来。我甲陈牧师常常拢会分享阮读圣经的欢喜，较快乐。陈牧师甲我讲上帝较讲跪，上帝的灵互阮感动。上帝毋是甲咱跪咱何等何能，叫咱的上帝甲咱跪落来。所以我甲伊解释做，毋是跪，是上帝怜悯咱，伊为着咱蹲下来，互咱接纳咱。第二，伫这段圣经的中间6项内底有3句话。第一，伊讲我要保护你；第二，我要施恩互你；第三，我要赐你平安。兄弟，伸出手来领受。主的保护。主的平安，主的施恩，施恩这个字叫做坎难，这个字的意思换做希伯来语，有另外一个一语双关，另外一个叫做怜悯呐。上帝要怜悯咱的软弱，上帝要怜悯咱的欠缺，上帝要怜悯咱的看路。主啊，我做袂来。现在你伫旧年敢有拄着你做袂来的事？若无？恭喜，兄弟姊妹，连牧师嘛有迄个做袂来的事。上帝将伊的工作交互咱，上帝将伊工作交互我。伫咱所拄着的代志的内底，咱无一定有能力会当解决。所以伫2024年，我嘛有拄着几项代志，是我心内一直歹过年，毋是我家己的代志，是上帝的代志。我发现我兄弟。有拄着问题，我发现有一寡代志，毋是用人的道理就会当解决。总是，也这你会记得顶礼拜，拄是3日前，牧师甲你讲，愈是困难的代志，愈爱安那，愈爱记得。也这爱甲记起来，毋是记起来尔，爱甲伊真正享受讲，伫你艰难的时阵，甲上帝讨。兄弟姊妹，因为咱是天公的囝。上帝要听你的祈祷，你相信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
上帝甲咱三甲地底，主祝福你，主保护你，主用伊的面亲像日头，日出、逐日出，照时就伫迄个时阵光照咱。伊是温互咱，祝福是温是两项无共款的代志。祝福就是上帝归来，毋是上帝归来，上帝蹲下来甲咱拥抱，伊将伊家己互咱。有我，恁就够行。有即个保护咱的上帝，有即个甲咱做伙的上帝，咱就要平安。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会记得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亲爱兄弟姊妹，愿你伫今年新的一年，对今仔日开始到明年的新春，咱搁再组织。愿你带着感恩的目屎进入圣殿，你讲互其他兄弟姊妹听。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施恩伫咱的中间，施恩就是将伊的怜悯。我虽不能，但是上帝却能。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圣经实实在在放伫你的内底，赏赐你平安。平安这个字，咱大家人拢会晓，伊叫做沙龙。平安这个字，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生命得以完全。我搁讲一解，较少人安尼讲。平安沙龙这个字，就是讲你的发展迟缓，但是你要长大成人，你的生命要得到完整。有的人伊虽然出世，但是伊的身体有一寡发展迟缓的现象。基督徒有可能嘛有安尼，迄叫做属灵发展的迟缓。数十年来不变就是不变。亲爱的弟兄们，可惜，信仰最大的祝福就是人要活出灿烂，人要活出上帝面的光。上帝用伊的光放伫咱的内底，互咱发出伊的光。叫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约翰三书1章2节，伊安尼讲：所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愿恁万事亨通，勇行，灵魂亨通。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话伫这个蛇年赏赐咱，凡事什么事都亨通。亨通这个字，牧师拄则甲咱解说，伊叫做 euhodos， 后壁还佫加一个 s 啦。牧师拍字兼拍着 hodos， 迄个是，迄个 hodos 的意思就是一条路，一个旅程。伊迄个意思就是新的一年开始旅程，每一脚步上帝保守恁。新的一这旅程，愿恁伫今年经历着奇妙赞叹。你讲哇，上帝开只赞！兄弟姊妹，愿上帝施恩祝福伫恁今年新的一年，凡事亨通，万事亨通。恁的心无脱界，上帝赏赐你一个畅快、全然上帝的平安福气，甲恁三合伫地。祈祷，举起你的杯，兄弟姊妹，祈祷是有动作的。虽然咱的教会拢较温密，较安尼静，咱的祈祷，但是拢无出声，就静坐咧，无啥物真多会大激动的动作。但是自古早开始，其实祈祷是有动作的。对犹太人开始到基督徒，无论是天主教徒，无论东正教徒，无论是基督徒，祈祷是有动作的。恁捌看过迄个中东的影片？伫迄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哭墙，恁敢捌看过迄个影片？有真侪犹太人，因是大家祭旗拢会去伫迄个西墙、犹太城的西边边的哭墙，伫迄个所在。因咧祈祷的时阵是自然的，毋是迄种的无意义的。其实主人伫迄个圣神的感动中啊，因的心呢有一种随着心里面的情绪，迄种安尼会表达出来的动作。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学着祈祷4个动作。第一，将你的杯摕起来；第二个，求主甲你的生命还手；第三，求主甲你的生命亲如5块饼2尾鱼，甲你掰开；第四，求主甲你的生命给出去。圣经讲，毋是圣经讲，有一句俗语叫
有舍才有得，对吧？今年特别是新春这个蛇年蛇年，有舍才有得，不是有蛇才有得到，就是讲放落咱的不好的残累，有舍放落咱不好的习惯，放落咱不好的情绪，放落迄个残累颠簸咱的，遐会搅扰咱的事，遐会笨手。伫今仔日有舍才有得。愿上帝圣神祝福恁有智慧，对恁家己的人生中间选择，有啥物物件对你无造就、无利益、无路用，恁若10年无咧穿的衫，唔好搁掉去遐，就摕互送互别人就使。你毋是讲啰嗦甲送互别人卖啦？哦，有个人出年若咧大饼烧讲，无说阮兜倒有一只破有这个碰意啊，想教会敢有需要用，因为因要新的，你敢把新的摕来教会？你啊牧师讲，牧师即套还阁足好个，这实木个我就想讲，恁是把教会当作啥？恁无爱甲摕来教会嘛？兄弟姊妹，恁有啥物对上帝回应？歹势，牧师毋是故意甲恁考试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拢是上好，才要互上帝。求天父上帝甲咱该当献伫伊的面前，献伫伊的面前，该当放乐放乐。有舍才有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咱做伙来做2个祈祷。第一个年，新春的时阵，今仔日坐伫这个所在兄弟，咱拢有共一种的心意，就是咱来到上帝施恩座前，咱要仰望这个上帝的祝福。真欢喜看到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到教会内底做礼拜。愿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上帝亲自伫恁的心中，互恁有感动，互恁有灵感，互恁有欢喜，互恁好亲就听到上帝亲自甲恁祝福的话。求天父上帝，互咱伸出这个祈祷的手的时阵，上帝将伊好物不但放伫咱的礼拜堂的内底，伫你的心中的礼拜堂。兄弟姊妹，你的心内嘛有一间礼拜堂，迄是你24小时，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上帝拢甲你撒甲伫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上帝圣神开始甲你讲，你要如何做，才能过幸福的日子？咱的教会已经用半年，伫查经拜六永暗的查经，咧讲这个主题。圣经安怎讲幸福？或者你有参加过这个查经班吗？或者你伫这个查经班了后，你有听这个圣经的经节，通过迄个经节，你找到你伫你将来人生的道路顶端，应该会幸福。愿上帝将伊家己的话，搁一摆讲互你听，互咱伫人生的中间，咱听到今仔日这句话。伊讲：愿你事事亨通，愿你身躯勇健，愿你的灵魂亨通。兄弟姊妹，灵魂体拢健康的人才有幸福。然后一个真勇的身躯，但是心内无快乐的人，一定嘛袂幸福。愿天父上帝将喜乐的灵放伫咱的中间，也愿上帝照伊家己今仔日主日所想述互咱正人的话。伫到你一生的路尾，伫到咱一生的路尾。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是要互咱享受的上帝。咱来到主的面前，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咱来到主的面前，有一项确实的享受，就是常常主恩的滋味。所以兄弟姊妹，你有享受到做基督徒的幸福啊吗？愿所听的兄弟姊妹。咱拢因为选择做基督徒，咱的人生幸福无比。愿祝福咱担着伊所想述伊的祝福甲稳定。愿咱来到主的面前，你问你家己：我快乐吗？我幸福吗？兄弟姊妹，你的家族是一个幸福的家族吗？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伫咱的中间。咱甲上帝讲。我是啊，主啊，我何德何能？我既然误打误撞，会当做基督徒，
我何德何能啊？出世伫父母是基督徒的家庭，主啊，你想想看，这种白白稳定，我出世就带来，我出世就踮伫上帝你的祝福的中间。愿上帝祝福你，也因为你祝福你的囡仔，也愿上帝互咱有一日咱的囡仔讲，我感谢上帝，互我出世伫我父母的怀抱中间。今仔日我听到陈牧师咧甲伊妈妈讲，我感谢你。兄弟姊妹，咱的出世不是偶然。愿天父上帝祝福恁，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咱友好父母，毋是因为伊互咱较济财产，咱友好父母是因为因是父母。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怎样才做有福气的人。对圣经听，对圣经学，对圣神来得到快乐。愿咱伫上帝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开始无结束，一生活到老，学到老，认真读圣经。你若无家己的圣经的人，敢会当互牧师甲恁鼓励？毋通太小气，买圣经，咱拢开真侪钱咧买水衫。但是你若无一句你上爱专属的圣经，是陪你从年轻变老，是陪你对一个慕道友变做真正的基督徒，这本的圣经太可惜。咱用钱买真侪物件，但是咱敢捌为着你的囡仔买一本头一本的圣经送互伊？愿天父上帝帮咱。咱拢诚做一个会晓伫上帝的面前问上帝讲：伫我的生命中间，什么对我是有利益的？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新春礼拜，新春迎福，咱甲主祷讲：主啊，新的一年，互我不但伫事业、事事凡事万事亨通。主啊，求你互我。伫这个真理福音的道路顶端，有一个会有好道士，有一个好的旅途，一个好的旅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互咱伫今年的礼拜中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经历着做上帝子子的稳定甲快乐。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耶稣讲。恁就爱选迄个上好的福分。也这你敢明白耶稣咧讲这个上好的福分是咧讲啥吗？这个故事对啥物人讲的？恁还会记吗？耶稣讲，迄个福分是你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不可少的。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满足吗？你若感觉你的人生还阁无满足，就是代表你的生命还阁有一项是你也未得到。愿天父上帝帮助，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天顶的爸爸拢甲你讲，戆囝毋通亲像甘露戆戆长，你伫人生中间无用试试，你得到啥？兄弟姊妹，愿上帝互咱无用试试。但是咱哪无用哪得到，哪无用哪快乐，因为咱知影咱咧无用生命，而且咱所得到入你的库房。圣经讲，你的人生毋通亲像一个破空的水塔。圣经真正安尼讲，你的人生毋通亲像一个破空的水塔，水安怎滴拢滴袂满。你的人生毋通亲像穿一那破裤底落底破去的裤。你较趁的所有薪水摕入来，滴咧，安怎滴都滴袂掉。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恁的一生中间，见了着我，主保守你手所做的工，有所得，留会调。求天父上帝将迄个宝贝的智慧放伫咱的中间，愿阳光归伫咱天顶的上帝天父。圣经有所书第1章第3节是安尼讲：愿所有一切恶乐归伫天父上帝，
第二，因为伊捌通过耶稣基督相信我，对天人来各种的福气，对天人来各种的福气。兄弟姊妹，这个福气伫圣经新约的字叫做 AU。哦，恁听到恁知讲 AU 什么意思？好得无比，好。罗基亚，这个字是什么？都圣经咧讲就是上帝的话，但是基本上就是讲上帝所讲每一句好话，每一句应允的话，既若是圣经安尼讲，就照安尼做；既若是圣经讲唔通做，就是安尼。兄弟姊妹，唔是咱人讲，你若欢喜听，愿既若听上帝话的人，照安尼去做的人，恁的人生充满上帝好话，就是上帝对天顶来伊所备办一切的恩惠福气，甲恁三甲伫地，嘛甲恁的囡仔三甲伫地，互恁的囡仔毋是一个发展迟缓的基督徒，是一个足细汉就敏锐上帝的存在。囡仔毋是毋捌代志，其实真细汉的囡仔嘛会敏锐着上帝的存在。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奥妙，互咱知影。伫今日这个礼拜，教会为什么讲做耶稣？基督教会。顶礼拜有一个第一摆来咱教会做礼拜的一个兄弟，伊徛到门口，伫安尼要入来，又搁改成第一摆来，歹势，厝边我落尾甲听陈牧师咧讲，因为这个兄弟有甲陈牧师分享，伊讲足趣味咧，恁的邻居较会甲我问一句话，伊讲你要去做礼拜吗？伊讲这段教会甲你的厝边大概有一个真好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人若伫这个所在咧探讨，咱的厝边伊就看到，伊就该他拍招呼，兄弟姊妹，耶稣的教会应该就是真正上帝建立一个地上的教会。有一种的教会，伊无叫做耶稣基督，伊无叫做基督教会，伊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你捌听过无？我不爱批评这间教会，但是我甲恁讲一个观念，恁应该就知影安尼对毋对？若是耶稣是上帝的圣经，若是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那安尼为什么这个宗教的团体无耶稣的名？安尼听有无？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虽然伊嘛有传耶稣，嘛有用信仰，但是无耶稣。因为伫因的教义中间，耶稣是一个半人半神，就亲像你咧看希腊神话迄种人的头马的身躯迄种。耶和华见证人，伊永远停留伫旧约的耶和华。我毋是讲耶稣比耶和华较大，毋是。耶稣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圣神，三个拢用伫无共款的时代。同一个神，兄弟姊妹，迄毋是今仔日牧师的讲道，但是今仔日去圣经内底讲了足水。哥林多保罗安尼讲：上帝所有的应允，无论多少，上帝应允无论是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 yes。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拍开你的心。第三有一个叫做万圣节啦，无应该讲叫做鬼仔节，毋是哈。万圣节其实是叫做 All Saints。All Saints 的意思就是讲，所有蒙主恩召过往的人，所有的已经伫灵魂顶悬的活，纪念遐属上帝的人，一个节日。因为这个习惯，就囡仔拢会提个灯笼，摕一个空的袋子，逐所在去，人就装满它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恩典装满你们，上帝恩典装满在我们的心中，互咱的心是一个充足。上帝的灵点伫咱的内底，充足，互咱无欠任何一项
好，咱的心中内底有好的念头、好的情绪、好的想法。咱的心中充满好的情绪、好的念头、好的想法。有的人做人无好，人拢讲迄个人真歹心。但是愿上帝互咱拢好心，常常甲人好解说，常常用好的角度来看咱身边人的欠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愿这圣经写伫恁的心，感动咱，入咱的耳仔，放伫咱的思想，做咱脚前的灯，做咱路上的光。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这个阿伦的祈祷，上帝和阿伦的这个祈祷，伫迄个中间有3个动作，有3项工作。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愿上帝祝福你，用伊的面光照你，用伊的欢喜的面来看你。愿上帝保护你，愿上帝怜悯你，愿上帝赏赐你平安。愿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祝福礼拜，愿上帝祝福你，为了你蹲下来，这个叫做从天而降。你捌听过圣经内底讲裂天而降无？唔是干那跪下来，不只是蹲下来，咱的上帝高高在上，但是以裂天而降，除了人的萝卜的形象，伊本有上帝形象，却给家己，你会记得无？这就是圣经里写耶稣伊出世迄个故事。愿今仔日你的人生，咱的人生，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上帝常常用伊的笑容，用伊接纳的态度，互你感觉你不是被拒绝的基督徒。主甲咱三个伫地，用伊的怜悯保守你这2项代志。第一，上帝施恩互你，祝福互你；第二，上帝施恩、祝福、施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灵修的祈祷。你要常常问你讲，那我应该安怎做？我才配得，我才会堪得领受上帝祝福。做一个基督徒，虽然上帝是要白白赏赐予我，但是我得安怎？我得爱安怎做？我才会当做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伫今仔这礼拜，牧师要甲咱讲5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不要在门外叩门，要进入上帝的门内。咱做上帝的囝，都要进入上帝的厝。咱来常常进入你的内面，什么所在是你的上帝的圣殿？唔爱伫外口门外伫遐说。所以，兄弟姊妹，勇敢、常常、不断、永远踮伫上帝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第二，用谦卑进入上帝的内殿。咱来到做礼拜，唔是咱加高，咱摕礼物来送给上帝，唔是。咱来做礼拜，是因为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传说天上的上帝。咱来做礼拜，是因为咱相信，伫这个礼拜堂，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有一定上帝的囝儿伫这个所在来做礼拜。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伫地。第三项，互上帝坐伫你心中上重要居首位。这是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的，安怎居首位？箴言3章第6節，咱复习一下。伊讲，伫你今年新的一年中间，你所做每一项代志，都问上帝讲：上帝，我安怎做才对？凡你所行，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兄弟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安尼祈祷讲：主啊，伫新的一年中间，凡事你做主。我伫每一项大小事，每一项大小事，我拢定用你的旨意做我的想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4项是什么？所听的姊妹，
将你自己的生命摕出来。圣经内底迄个五饼二鱼，拄则牧师甲咱讲4个动作，这4个动作拢足重要。你要将你的心掏出来，将你的心交给上帝。耶稣要改变你的心，贫穷变富足，软弱变刚强。将你的心掏出来，主要将伊一切好放伫你的顶端。第2个动作叫做祝福啦，将你的心掏出来，所以你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对我讲好话。你去这牧师拄则甲咱讲，天上的一切属灵的福气，迄个福气嘛，会有落去啊。就是上帝通过圣经古早讲的话，今仔日犹原搁再讲；古早所讲过的话，今仔日犹原有效。所以咱的古早的上帝的百姓，因所留落来这本的圣经，记载着上帝所讲逐项的祝福，互你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有无？今仔这个时代真侪人无法度想象这种的祝福是啥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做一个受祝福的基督徒。第3，拨开。虽然那是一个古早的故事，但是迄个动作，互人看到一项，就是耶稣的改变。迄个饼若无掰开，伊永远就是一块饼。恁会记得一句话讲：一粒麦子，对，恁拢不要背。这个饼若无掰开，永远都是一块。兄弟姊妹，唔肯改变的基督徒，永远是迄个老臭皮匠。今仔日新春的礼拜上重要，就是求主甲咱改变。掰开的动作就是改变。所以，咱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咱需要这4个过程。第一，你需要来到上帝，进入礼拜堂，将你的心掏出来。第2，你恳求上帝甲你祝福。第3，你求上帝甲你改变。第4，求上帝甲你安怎给出去。拄则牧师借用着咱的通常的俗语讲：有舍才有得，有无？给出去，一寡无好的物件丢出去。但是另外一个给出去的意思是，施比受更有福。今年喜乐保院的买价。有一个咱有一个咱中华县的做中小企业的头家，伊讲，当伊伫细汉的时阵，听到阿嬷讲过一句话，阿嬷甲因讲，互人会比工体较福气。伊到即摆也毋是基督徒，可能，但是伊徛起来，甲来宾讲几句伊的见证的事。伊讲，对迄个时阵开始到今仔日，我的名片永远有一句话，因为阿嬷甲我讲，互人的比甲人体较福气。迄句话永远真做，伊咧介绍家己的名片中间的一句话，这叫做活出一句话。一个基督徒若选择一句圣经好话，就认真甲迄句话画出来。安尼人生就值回票价。愿天父上帝对你讲一句好话，互你印伫你的名片，印伫你的心头，印伫你的生命中间。愿咱甲上帝，甲咱的人生对上帝高高的举起。咱求天父上帝通过阿伦，唔免阿伦啦，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迄个所有一切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亲自要甲咱讲好话，或者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真侪有福气的人。愿上帝帮助咱，静静听。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要有智慧，是因为咱有认真的态度，听圣经的话，甲上帝的话当作严肃的一回事。
咱要对圣经的话得到光，咱要对上帝的话来得到明白，逐种对天顶所想事，逐种的福气。阿姐，你愿意吗？伫今仔日个礼拜，但是伫咱行平安礼结束的时阵，牧师要用今仔日个讲道，即个祷告的仪式，邀请咱每一个人拢伫迄个仪式中间，你将你的生命的杯单独，你毋免甲牧师讲我今年讨啥，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你甲上帝开嘴。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年的礼拜、新春的礼拜，福杯满溢。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杯不是垃圾，要啉上帝的恩典、福音，爱摕清气的杯啊来滴。咱同心来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阮还要开喙，你已经知。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证，我要同齐就来到主你受恩做证。我要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我要成做一个基督的家族。阮的囡仔要因为这个礼拜，因为人生受祝福。主，这是阮心所求，嘴所讨。主愿你伫阮一生中间，永永远远甲阮相合伫地。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佢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到上帝听。圣诗273首，恳求天父甲阮大，每日看顾保护我，教我圣洁佮诚实，互我行为为正直。请咱起立吟全首。恳求天父甲阮大。行为为正直，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一年一摆，咱的教会最期待的欢喜的其中的一日，就是新春。伫这新春的礼拜中间，咱有看到真侪真久无见面出外，煞到外地工作甲徛起的兄弟，都会到伫咱中间，咱对心中深深欢喜吼，咱心中深深欢喜。咱来互相介绍，我毋是互相介绍啦，吼，互咱知影讲，咱有一寡新的兄弟姊妹，久久有人在出外倒，咱毋知影，咱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会当三请安，吼，了后咱才来吟这条诗歌，吼，咱才来吟这条诗歌。我首先来介绍一个，咱都真侪人无熟悉。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Cliff。伊是咱的配方姐先生吼，因对阿拉斯加吼，实际是咱的台湾的竞赛吼。We will warm welcome to you, especially in this special Lunar New Year's, and welcome you. And 配方姐上帝祝福恁的这个迄个新年吼，真欢迎恁倒来做。你介绍一个是？我记得哈，圣诞节他曾经前年有来过 ，God bless you， 头一个来哈，咱知影因住伫田头啊哈。好，咱对这边来开始介绍哈，对这边
第一个是陈华姐，啊，咱应该大家拢捌你啊，包括咱的德教哈，因为伊伫咱教会毋是1天2天，伊对大义林哈，大义林做过咱的教会妇女团契的会长哈。好，请坐，谢谢，欢迎上帝祝福你。过来郭依玲哈，郭依玲个依玲的囡仔千亿齐轩哈，咱今仔日伊生日啦。今天他生日哈，但你是你现在甲伊讲生日快乐哈，你甲伊讲是，因为礼拜天喜乐都要过尾个，所以好几个喜乐的同工礼拜日都袂当伫咱中间哈，伊甲四庄拢一礼拜生日，好丽云哈，毋是丽云哈，丽云嘛是段吉林哈，他们3个都段吉林哈，正宗兄今天到来。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新的一年喜乐满满，英华老师、数学老师，甲云秀，甲云芳，咱金华云秀、金华英英，今天穿得漂漂亮亮的，上帝祝福，也是爱你们，过来是雨生，雨生小美，雨生小美。雨乐、雨毅、雨琪，我因当中做管的，他们家都是篮球队的体格那个，都是讲请坐，不只是篮球队了也是上帝和因囡仔拢上帝真大的恩赐，无论伫教会事奉、伫功课顶管都有很大的恩赐。特别甲咱介绍雨生是拄去年新选出来咱的新的执事咱的新上帝和咱有几位新的执事。做伙伫教会事工顶管做工过来咱来例会咱真欢喜例会上帝赏赐伊勇行身躯嘛真欢喜伊伫时都做好的志工。后来小经济咱遮小经济手结张了手结张了。安陆慧文，因为3代4代同堂，3代同堂启信顶礼拜摕全国的进阶围棋5连胜冠军。上帝祝福伊，他有智慧之外，还会当通过这个比赛，能够学习安静冷静思考。过来，仁恒兄甲伊的2个宝贝孙亚泽、亚敏，也算你们已经伫倒，已经都要徛起来已经伫后壁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过来是阿坤、细坤兄，恁的家庭，个阿昌细昌这种技术，因全家上帝还有家里去年结婚还是在新婚期啦，还在新婚之期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好，请坐。过来是文灿兄的家庭文灿兄的家庭咱真欢迎因因真早就到位很早就到每一年拢来陪伴咱相聚在主里过来是家庭的家庭本日丢老娘的家庭本日丢老娘的家庭，上帝赏赐家庭的家庭昨其实大庆有倒来，那是因为礼拜日伊伫这个牧会，所以伫台中的太平嘛是有新春的礼拜，所以大庆就较袂当甲咱做伙做礼拜日的新春。谢总兄，过来老谢中。老细中兄弟伊的太太甲伊的查某囝咱真欢迎，伊是今年大概是这个9月的时阵开始来教会是一个足特别的对上帝真疼因的家庭咱真欢迎因这个女儿已经是基督徒的女儿嘛对吧？住伫台中的上帝祝福恁嘛祝福这个细中兄的太太叫做金英姐金色的
英国金英姐哈，金英姐，来欢迎您，请坐。洋葱洋葱，洋葱哈，洋葱哈，洋葱是这个，请坐。细葱的堂弟啦，哈，细葱的堂孙啊。素鸡姐，哎，素鸡姐，好，过来素鸡姐哈，素鸡姐，旧年改选的时阵，伊诚做咱的女长老，吼，诚做咱的教会女长老。感谢上帝，咱的教会伫旧年有产生2个女的长老，吼，补单咱5个长老拢选满安尼，吼。过来黄娟，吼，黄娟嘛是旧年受选的长老，吼，因2个就是旧年选出来的新的女长老，吼。个明德，吼，美秀甲明德，吼，个有惠安跟耀新，哈，耀新，嘿，请坐，嘿，个来对这开始，哈，乔恩，夫人玛丽，乔恩以恩，乔恩今天的造型牧师差一点认不出来，很漂亮哈！上帝祝福你新的一年，灵魂体都亨通哈，常说的。再来韦宗云，那个小红姐，恁的家庭，红姐，韦宗林玉，林玉哈，真欢迎上帝祝福恁哈，请坐，上帝祝福你们。伟华甲伊的后生哈。伟华今仔日伊昨昏就专工对台中准备2道菜，要等下咱爱餐的中间要甲咱分享吼，咱真欢喜伟华吼对台中倒来，过来就是地关兄伊的夫妻吼，地关兄的夫妻吼，地关兄爸爸旧年过上帝甲伊带倒去但是。个另外一个欢喜的代志是，地关兄的查某囝，上帝互伊有一个机会，在去年去英国进修吼，所以他的家庭地关兄甲太太拢是基督徒，所以因其实真渴慕咱真欢喜，恁都来过年吼，上帝祝福恁新的一年全家都恩典满满吼。过来安美姐吼。咱真欢喜安美姐先生去年受洗哈，叫做刘念勋兄弟哈，他在网上哈，还，咱真上帝祝福因恶梦他们的家庭身体健康生活充满了神的恩典哈，过来的是海图兄弟，现在兄，现在兄弟这条件，现在兄哈，因。自从退休进前，就拢来教会做礼拜，因住伫溪州吼。旧年上帝赏赐因一个足大的喜讯，就是做阿公啦，吼，做阿公做阿嬷哈，上帝祝福，上帝祝福，请坐。海图、苏荣，个苏荣的爸爸，个文文，嘿，全家哈。苏荣的爸爸逐年拢来过年哦，吼，上帝祝福哦。过来谢仁兄，加正道，小叔吼，上帝祝福，开心，新年快乐，一年更好哈，新的一年更上帝稳定更较济，请坐，也算你，亲贵信信庭吼，阿公。哇，这么高了！哦，好久不见哈，牧师好久不见。俊豪，可以叫做俊豪。俊豪哈，欢迎你来，很高兴哈，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张长老个有就是洪昌，因拢对逐年嘛拢会倒来，吼住伫台北，吼洪昌伫台北，咱真欢喜吼。连基兄因的家庭毋是哦，我真丽芬姐哈，丽芬姐今年的妇女团结会长哈，旧年上2任了哈，执事，即摆旧年受选做新的执事哈，丽芬姐哈。
燕强兄伊甲即个云全家，微笑吗？一荣，仪容啊，是的，是的。啊加，松汉拢，嘿，好棒。上帝祝福恁吼，上帝祝福恁。过来苏慧佩蓉小叔，苏慧佩蓉小叔，哈，小叔甲佩蓉是去年的啊，要个伫新婚期啦，哈，要个伫新婚期。旧年上帝互咱有几个喜事，很快乐哈。还有嘉平甲即个嘉平甲梦荣哈，嘉平、梦荣、亚瑟、瑞信。马瑞克有来，迄个佑勋有来，佑勋有来。啊，伊马上就要倒去奥地利吼，上帝祝福 ，God bless you。蔡下姐甲迄个阿强，迄个燕教，迄个燕辉社啊吼，蔡下姐，阿强对香港倒来吼。阿奇啦，阿奇对香港倒。蔡明龙，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哈。嘿。无啦，搁有迄个阿陈啦，阿陈，我伫看。刘奕晨吗？阿陈，对吗？刘奕晨哈。阿芬。阿芬。迄个玉成的妈妈，嘿，迄个阿芬是咱新选的技术吼，迄个刘老师的太太，恁拢知影啦吼，刘老师的太太阿芬，啊，咱真欢喜，上帝互咱有真好的接棒吼，接棒者，敢阁有介绍无对的？云帆考到书记官啦。云帆考到高考，吼，通过高考。书记官。咱上帝祝福你，更棒的吼，上帝在你的将来咯，上帝给你。书记官。哈。律师啊，哈。律师。不简单哈，上帝是给你更好的能力做很公正的，啊，在这个社会上很好的一个角色上的职业。好。安尼，咱下面咱要来祈祷，吼。阮真有恩典，我有一个丈姆吼，陈牧师的妈妈是98岁，吼。祝哦。牧师嘛。伊逐透早拢会，到即摆还有才调家己对楼顶楼骹安尼爬起爬落，吼，这是足大稳定。他的思绪甲伊的即个表达拢抑个非常的清晰，吼。伊的健康检查比我较好。伊到透早拢会伫咱的大厅伫遐运动行，一届有一个游览车，咱特登。毋知是对啥物所在来，人游览车小姐甲伊介绍讲，迄个阿婆是100岁阿婆，伊伫遐，都做味吼，这成为咱竹塘乡的真大的特色，人瑞吼，咱德登乡的，上帝祝福咱大家吼，上帝祝福咱大家，欢迎咱专程的回来做这个新春的礼拜，过来是咱教会一个足特别的。礼拜中间的一年一摆的礼拜，吼，牧师因为咱人较济，我若一个甲咱的家庭做祝福的祈祷，拢会超过3点钟，所以咱对几年前，咱开始咱该做一个就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吼，牧师要用一条歌，用几张的这个投影片，吼，咱先用这条诗歌，吼，咱先因耶稣听你，咱甲上帝讨，求主耶稣听。
求主的疼充满着咱的人生。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我脱离，救我脱离关系，带我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听是阮生命中间最可贵、最宝贝，也是最奇妙的祝福。你的听就是一个活命，也就是幸福的锁匙。主，你所享受的听，要丰富阮的家庭生活，嘛要互阮亲子关系得到改善。你所享受的听，也要真侪教会的地基，伫阮中间到逐世代无尽。主要所当阮用祈祷的心，恳求主你用你的听，亲像雨水，亲像日出的光。照伫阮的内心，求主你用你的听来医治阮心中所拄着的苦楚，所拄着的快乐，甚至所拄着的伤害。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听来医治阮，你行奇妙神迹、奇妙的大事，互迄个听运行伫阮的生命中间，充充足足运行有大气力，互阮真做一个伫听中间得到满足的人，我嘛要将这份的听来保养、分享给阮身边的人。主，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也恳求天父上帝怜悯，袂通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无论是因为健康的缘故，甚至因为伫网络顶端阮无互相熟悉，但是阮会当伫主你施恩造成，来领受主耶稣你的听，是阮心中的脚步。恳求你进入阮每一个人，特别进入有需要你的人的心中。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性命。阿门。好，咱来用这条诗歌。这条诗歌牧师有插音乐档。没小大声，开始先，安尼先。你知我这条诗歌就是一句话：主听我祈祷，主听我切切的恳求。用这条诗歌，咱安静我的心，咱就做面前，你就将你的手轻轻放伫你大腿，你嘛当轻轻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口，主听我祈祷。这个新的一年的第一日，欢迎祈祷进入你的圣殿，愿恩你伸出阮的双手，主阮心所求，若下伫你的旨意，主求你照安尼来甲阮成就。主听阮祈祷，亲爱的弟姊妹，将咱对新的一年
的期待，对咱的心中甲上帝讨。来到主施恩座前，对咱的上帝讲：主恳求你听我祈祷。耶和华，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主听阮恳求，主阮将阮生命的杯交伫你的手中。主愿将阮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亲像耶稣留予阮祈祷的模范。阮举目暗天，求主祝福，奉主的名。打开我心内的门，主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念头。主恳求你听我的祈祷。较无中间，阮领受上帝你的同在。主，阮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主，阮对你所发出的祈祷，主求你施恩伫阮的中间。至上的天父上帝，你用你的恩典，带你的查某囝来到你的圣殿，主，你伫因的一生，特别伫阮的兄弟因的家庭顶悬。你成就救恩和祝福，主啊，咱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主保守互阮，伫你人生中间，阮会当一年比一年搁较捌你，互阮会当伫主你施恩的内底，
你所享受阮的杯，是一个稳定的杯；主是一个活命的杯，是一个能力的杯。主，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上帝你的面前，阮会通认捌你的权能，认捌主你的荣耀，伫真实的活命内底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主伫每一个人，主感谢你，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伫阮中间，主你互阮甲你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主你互阮。伫你圣神的保守中间，会通甲主你有一个真坚固、信实、有活命快乐的关系。这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有了你；这些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主你伫阮中间，主恳求你保守，互阮伫你的稳定。主特别是每一个囡仔。因的成长过程变悬，主求你亲自用你所享受、你所创造活命来帮助阮。至上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听人祈祷的上帝，求你伫阮的中间，主，互阮伫一生中间，真做一个经历着上帝你稳定的家庭。互阮真做一个经历着上帝你稳定的基督徒，主嘛，互阮真做一个荣耀你、见证你，是你稳定中间充足的教会。主，互阮的人生，互人看见上帝你的稳定甲疼痛。主，今仔阮所读的圣经，你有应允，你要互阮事事亨通，你要互阮身躯勇健。主，你要互阮的灵魂亨通。主，阮有听见你的话，求主你照你家己的应允，互阮伫一生中间，阮的人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会通伫主你的听的内底。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主你甲阮三个地地。主，求着你点伫阮的青年因的心灵的内底。祝福因一生活伫上帝你圣神的保守，祝福阮的青年会当伫教主你的圣神的内底，伫主你的光照的内面，行主你所欢喜的路。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伫今年带着上帝你稳定的油，主阮所行过每一个脚步、脚脚，每一个日子。主，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底，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特别伫阮中间，至圣的天父上帝，赏赐阮有主你的快乐，是对圣神的帮助，互阮的身躯健康，互阮的灵魂有智慧，互阮有你圣神的充满。主，无论是囡仔。无论是阮的士大人，主你圣神甲阮三甲地地，主求上帝你用你的话，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主互阮伫主你的稳定中间，主帮助阮，主阮伫你面前恳求你施恩赐福，主阮恳求主你帮助梦容照顾因的家庭，主甲照顾阿平，照顾亚瑟。照顾因的每一个囡仔，至上天父上帝，阮要恳求主你，感谢你，有你甲强三甲地地，主照顾因教授，主照顾因的孙仔，照顾阿基出外有平安。至上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哦，主 ，God bless you。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阮的世界中间，
至圣的天父上帝，愿恳求上帝你的圣神，特别甲小妹因的家庭三个地步。主愿恳求主你保守慧文，主你照顾琪琪，主你特别甲小叔、甲佩蓉因三个弟弟。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有了你的圣名。至圣的天父上帝，互每一个你的囝儿因亲自对你领受，上帝你所享受的快乐。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有了你。至圣的主，你是阮的帮助。做伫你的面前，阮出声对你恳求。至圣的天父上帝，照顾现场所。希望主你祝福伫因的生命中间，因的家庭，因的工作。至圣的天父上帝，愿求你照顾妇人，照顾阿里，主你照顾因伫你的面前有主你施恩祝福，主照顾每一个伫你手中你所享受家庭的囡仔，是一个主你满满稳定的囡仔。主，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谢谢。主，阮感谢有了你，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照顾配方姐，求你照顾阿嬷的，阮的姊妹，求天父上帝 ，God bless you，May God bless you。至圣的天父上帝，照顾阮的妈妈，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有了你，至圣的主。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但阮恳求你的事，主恳求你听阮祈祷。回应阮的祈祷。成就阮心所恳求的，至圣的主，我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主，阮往日伸出双手，恳求你施恩，恳求你赐福。恳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照阮，恳求你用你欢喜的面来接纳阮。主，阮将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使愿你互因享受做你的囝儿，迄种的满足、真实、慈爱、稳定。平安、甲喜乐，主听阮恳求，既然求叫你的名，你照阮的需要，成就你的祝福。主，阮将新的一年交伫你的手中，主伫新的一年，求你甲阮三个同行。我要奉你的圣名，将阮家己的一生交伫你的手，对年头到年底，主恳求你甲阮同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愿耶稣的听，也愿上帝一切稳定，甲咱三个弟弟。礼拜了后，咱有爱餐欢迎每一个兄弟姊妹时间来使，咱就留落来做伙交陪吼。咱做伙食一个新春的准备的爱餐吼。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咱的事业、咱的出入、咱的信仰拢得到进步吼。咱来吟这条上扬的诗歌，咱来吟上扬的诗歌，咱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咱甲咱身边的人讲新春恭喜，吼！甲咱身边的人讲新春恭喜。愿上帝祝福你事事亨通，愿上帝祝福你事事亨通。